好，咁多位同學仔大家好啊！咁今堂咧就會同大家咧講解翻咧6年班 C32嘅功課部分。好，咁啊，首先咧前面嗰度啦，我哋會見到選詞填充嘅部分啦。第一題，佢話城市中燈紅酒綠不過是乜嘢？然之後咧，佢話係一種泡影嚟嘅，終將會消逝。咁用一個乜嘢嘅形容詞形容啲話唔真實啊，好容易一篤就穿嘅嘢咧？咁我哋睇翻啦，篇章上面嘅第6段有個詞叫做虛幻。虛幻。咁呢個詞語意思咧，即係解緊啦，啲事物咧其實就唔真實嘅，假嘅啫。OK，咁所以配翻落去頭先嘅句子上面，虛幻的泡影咧就好符合句意啦，得唔得？好，咁我哋咧將個答案寫翻落去先。第二題，這個海灘風景優美，環境清幽，可以享受乜嘢嘅度假時光？咦，如果講度假時光，應該係好舒服、好舒適啦。咁邊個詞語解好舒服、好舒適呢？喺文章嘅第4段啦，咁我哋會有個詞叫做安逸，係尾二個行。OK，咁呢個詞語咧解釋咧，你可以寫翻低啦，即係解緊好安樂舒適嘅意思。OK。好，咁啊，兩個詞語題啦，咁我哋處理咗，跟住咧就去睇後面嘅選擇題嘅部分啦。安逸。好，第3段最主要講啲乜嘢咧？咁今次呢個係段子題啦，咁基本上段子題咧，咁我哋就會揾翻啦，人物加事件，跟住就做埋個歸納。咁呢個口訣人事歸咧，其實課堂上咧之前都教過大家好多次噶啦。咁我哋第一件事今日翻去第3段嗰度望下先啦。好，主角我啦，係咪？OK，當時我5、6歲，發生啲咩事咧？OK，呢一啲外貌描寫嘅部分，咩臉兒又紅又圓啊，頭上綁住短辮子，唔關事件嘅。咁我哋可以唔使點理佢。好，睇下佢做咗啲乜嘢咯。我咧會偷偷咁穿上媽媽嘅木屐，在空地上來回走動。咁呢個時候啦，媽媽嘅責罵聲咧就會從屋子裏傳來，又着我個木屐，太大啦，小心棘親啊你咁樣。雖然係斥喝，但係咧就充滿住關切同埋擔心。OK，好，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咧，正確嘅答案係啲咩咧？咁有好多同學仔淨係會揀 A 嘅啫。咁但係唔好意思啦，呢個一剔一點。OK。咁呢度咧，我哋用排除法排除咗個一定唔啱嘅答案先啦。C 我哋可以叉咗佢先，因為我哋會見到啦，佢個模樣十分惹人憐愛呢個咧，咦，其實都唔係一個重點嚟嘅，得唔得？OK，咁所以我哋交叉咗佢先。雖然你會見到前面嗰度好多關於佢嘅外貌描寫啦，我寫到好似好得意咁樣喎。喂，咁但係重點係惹人疼愛呢4個字冇喺嗰個段數入邊咧去出現啊嘛，係咪？好，媽媽擔心作者因為穿木屐而摔倒，其實都有嘅，但唔好意思，都係其中一個部分嘅啫，得唔得？咁但係我哋要揾一個答案，正確答案咧係我有齊晒兩樣嘢先得噶嘛。小時候偷穿木屐，呢度見唔見到 A 啦嘅陳述佢係有噶嘛，係咪？媽媽柔聲苛責 B 啦嘅陳述，佢又有喎。咁即係話啦，D 呢個陳述咧，可以概括嘅內容係會比起 A 同埋 B 係多啲嘅。咁呢兩個我哋叫乜嘢咧？叫部分提及，即係佢都有講個段落內容，咁但係就冇概括晒成段咯。啊，概括一啲又唔概括一啲咁樣部分提及啦，得唔得？咁所以正確答案我哋會揀翻 D 嘅。好，文中邊一段描寫咗我小時候居住嘅環境咧？即係關於一啲環境嘅描寫，其實都唔難去分辨嘅。我哋翻去第2段嘅部分，屋子佢哋居住喺遠離市區嘅鄉村入邊，屋子四周空曠，有田園嘅氣息，背靠山丘，前面有一塊空地，跟住空地嘅一角咧有茅草棚。茅草棚嘅旁邊咧，亦都有2、3株嘅石竹花。
仲有一個小小嘅祠堂。好啦，睇到呢度嘅時候，我哋會簡單啲去睇啦。咁呢度成個第二段咪就係講緊佢嘅乜嘢啊？居住嘅環境咯。OK，咁就應該唔難啦。去捉翻佢係屬於第二段嘅。好，接住落嚟咧，第五題，佢係一個原因題嚟。佢話為什麼作者認為爺爺只希望跟兒孫在這片小天地中平靜安逸地過日子咧？咁第一件事，我哋咧喺篇文入邊揾翻相同嘅內容先，揾翻呢度，OK，題目上面嘅一啲嘅字眼喺篇文入邊邊度出現咧？第二件事就係睇翻前後啦。咁實際上面嘅操作係要點做呢？咁我哋揾翻啦，爺爺希望跟兒孫在這片小天地中平靜安逸地過日子。啊，喺篇文入邊邊度有啊？望下先。咦，係喎，佢喺呢個位置。我想年老的他，也許只希望跟自己的兒孫在這片小天地中平靜安逸地過日子吧。好啦，揾到之後，我哋望下前面發生啲咩事先。點解作者會有呢個諗法呢？喂，咁好簡單啫，即係你代入翻爺爺嘅身份去諗啦。哇，辛苦咁做咗大半世，又遇過好多無數個挫折，亦都經歷過戰亂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佢去到呢個年紀，做到阿爺咯喎，咁佢嘅目的係想做咩啊？和家人平靜安穩咁樣去度過餘生啊嘛，得唔得？咁所以其實係同佢即係而家呢一刻嘅狀態啦，同埋佢過往人生上面嘅經歷係有關係嘅，得唔得？哇，做嘢做到咁辛苦啦，哇，辛苦過有好多唔同嘅挫折，亦都有戰亂咁樣，哇，成世人差唔多啦，呢個時候係嘛？OK，應該係要點啊？享清福啦，要同啲屋企人啊、子子孫孫啊，安安穩穩得啦。OK。咁所以呢度呢，我哋嘅答案就可以寫翻低啦。前面嗰度一定要提及翻爺爺過去嘅一啲嘅經歷，因為爺爺啦，認真工作了大半生，遇過挫折和戰亂，現在啦，只想和家人平靜安穩地過日子啦。OK，好，第七段運用咗啲乜嘢嘅抒情手法呢？作者用呢一個嚟表達啲乜嘢嘅感情呢？嗱，好多時候同學仔咧又係啦，呢一啲記敘抒情嘅文章，佢第一下就一定係諗借事抒情先嘅。唔係我哋睇咗先啊嘛，係咪？第七段喺邊度？喺後面，其實好簡單噶啦，一句啫嘛。佢話那時候的我覺得爺爺、爸爸和媽媽很可愛，仲夏夜也很可愛。咁其實諗下先，咦？爺爺、爸爸媽媽全部係佢嘅乜嘢啊？家人嚟嘅。OK，
咁跟住用好可愛呢個詞語嚟形容，其實即係講緊啲乜嘢？對佢哋嘅珍惜或者喜愛之情咯，得唔得？就好似你平時路過啲玩具鋪啊咁樣，咁你見到嗰樣嘢好可愛，啊好得意啊，咁點解啊？因為你好想要佢啊嘛，你好中意佢啊嘛，係咪？好啦，而仲夏夜也很可愛呢句說話係指緊啲咩咧？仲夏夜其實係呢個講緊咧，佢童年時光，OK，同阿爺、阿爸、阿媽大家一齊，啊佢嗰種溫馨嘅歲月，OK，咁即係話啦，簡單啲嚟講，其實很可愛呢三個字係運用咗直接抒情，直接表露出佢對家人啦、對童年嘅生活嘅喜愛之情。等一陣。O.K. 咁啊，所以啦，啱啱我哋所講啦，呢度就用咗個直接抒情啦，因為佢直接抒發出咧對家人啦同埋童年生活嘅珍惜同埋喜愛嘅。O.K. 咁所以我哋咧寫翻低啦，表達了對家人和童年生活的珍惜。好，根據文章內容，哪一項不符合作者嘅想法咧？咁我哋會見到啦，如果答不符合的話咧，咁我哋會見到啦，佢就話咩咧？文中入邊咧，我哋會見到啦，爸爸取笑媽媽，你說得這麼感性，是要將我們孩子培育成一個文學家嗎？嗱，呢句說話係爸爸講嘅，我哋會見到。咦？但係你會見到陳述，作者認為母親想把自己培養成一位文學家，咁呢個講法咪錯咯？因為唔係作者認為啊嘛，係邊個認為啊？爸爸認為。咁所以正確答案咧，我哋會揀翻 C 嘅。OK。好，咁跟住落嚟咧，後面嗰度根據全文邊兩項係我最主要抒發嘅感情？咁呢度其實基本上咧，你答啱呢一題直接抒情兩樣嘢啊嘛。第一，家人同埋童年生活嘅珍惜，啱唔啱？咁我兩樣嘢其實對應緊邊兩樣嘢噶？第一，童年生活啊嘛，係嘛？咪即係小時候回憶嘅懷念之情咯，得唔得？跟住落嚟，對於同家人融洽相處嘅嗰種嘅喜悅，佢話爺爺、爸爸媽媽佢哋全部都好可愛，得唔得？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你有答啱頭先佢抒發出什麼感情的話咧，咁對應翻後面 C 同埋 E 就會係正確嘅答案，得唔得？好啦，第九題。日常生活當中有冇經歷過事物變遷而產生嘅感慨？試解釋並加以說明。咁呢啲其實就真係冇得揀㗎啦。OK，有定冇？咁啊必答有㗎啦。如果冇，點攞分啫？係咪先？好，阿 Sir，但係我又冇搬過屋，我又冇試過咩見過啲乜嘢事物變遷喎。咁我寫我啲親戚啊，佢哋移民啊，或者我啲同學仔去轉校嗰啲得唔得啊？喂，咁你都識講啦，親戚同埋同學仔係咪事物嚟㗎？唔係事物，佢哋係人物嚟嘅。咁所以千祈喺呢條題目嗰度咧，唔好審錯題，寫咗人物嘅變化，得唔得？咁事物嘅變遷，舉個例子好簡單啦。OK，其實你作都作到嘅，即係例如好似話啦，哦，細個嘅時候，咁咧經常咧都會行一條石徑翻屋企嘅。咁但係因為呢個城市化關係啦，咁所以嗰個石徑就移除咗啦。咁啊變咗做一個高樓大廈。
咁你咪會覺得好感慨咯。啊，呢個地方我以前成日翻學放學都經過呢度嘅喎。OK，但係佢而家就冇咗啦。啊，真係感嘆啲事物變遷得好快啦，個城市發展得好快啦，咁樣。OK，咁呢個係個例子嚟嘅啫。咁如果同學仔覺得話唔係喎，阿 Sir，我覺得我自己寫嗰個都幾好，都冇問題嘅。你交功課嘅時候咧，可以俾我睇埋，咁我睇下你寫成點。有逗號，我小時候啦，一定會經過一條石徑回家，但後來城市發展，石徑啦變成了高樓大廈，感到十分感慨。OK。O.K. 咁好啦，下面標點符號嘅部分咧，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咯喎。大英博物館啦係個地方名嚟嘅，咁所以我哋又加翻個專名號落去啦。咁後面咧，你會見到有句陳述，位於英國倫敦。咁呢個係咩嚟嘅咧？呢個係屬於補充資料，補充翻佢個位置所在。所以我哋咧補充資料係要加翻個括號落去嘅。咦，唔係喎，但阿 Sir，我見到佢入邊咧有兩個地方名啊，咁我加翻個專名號落去啦，咁樣，咁於是有同學仔咁樣加專名號，咁係會錯噶吓，因為咧我哋呢一度要分開兩個專名號，英國係個國家名啦，倫敦係個城市嘅名稱，咁所以我哋咧要分翻開兩個嘅專名號擺落去，咁佢亦都會計算標點符號嘅時候分開兩個去計嘅。OK，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博物館之一，句號。館中藏有超過800萬件呢，來自不同文明的雕像。好，跟住你見到佢後面講緊個內容，雕像、畫作和文物。嗱，見到有個和字啦，其實就俾個 tips 你噶啦，提緊你前面呢度要加乜嘢啊？頓號，因為佢呢一度係數緊嘢啊嘛，做緊分項。咁我哋記得啦，數緊嘢分隔唔同項目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加頓號嘅，得唔得？好，文物逗號啦，充分展現了人類歷史的多樣性。句號完咗佢啦。OK，好，下面第二題，周樹人人名後面跟數字喎，1880年至1936年，呢個好明顯啦，要加括號，因為呢個係屬於乜嘢咧？人物嘅生死年份。咁啊，生死年份我哋要俾翻個括號落去嘅。OK。以筆名魯迅，魯迅啦，咁啊加翻個專名號落去，聞名於世，逗號，是中國著名嘅現代作家，佢嘅小說多以反封建、反禮教、反傳統和反迷信。好，又見到個和字啦，係咪？咁我哋又可以數咯，數翻反封建、反禮教、反傳統和反迷信。頭先啱啱教過嘅分項，我哋加咩啊？頓號啊嘛，係咪？咁所以下面嗰度都係一樣啦。反封建頓號，反禮教頓號，反傳統和反迷信為主題。逗號當中以《狂人日記》和《吶喊》最為人所共知。咁呢兩個係佢嘅小說嚟噶啦，咁所以我哋要加翻個書名號俾佢。小說名加翻書名號。OK。
好，後面嗰度排句成段嘅題目，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先。我和爸爸正在菜園裏拔草，呢一個呢，我哋放前面先，人物、地點、事情啊，係冇時間嘅啫。咁四數句入邊，其實佢佔咗三樣嘢噶啦，咁所以優先將佢呢放喺第一句先。OK，咁發生咗啲咩事呢？突然從泥土裏鑽出一條又細又長的蟲，我仔細一看，原來係一條蚯蚓嚟嘅。好，跟住啦，我問爸爸，先問咗爸爸，蚯蚓係益蟲定係害蟲啊？咁爸爸先至答你問題噶嘛。爸爸就話啦，OK，呢度就開始回答啦。先問後答，爸爸就話蚯蚓能夠鬆土是益蟲，我們要保護它。OK，咁所以跟翻佢嗰個語言嘅次序，OK，先問問題，我問爸爸係乜嘢嚟嘅，咁啊後面啦，我爸爸再作回答咯，得唔得？千祈唔好調翻轉啊！爸爸講完，跟住你又先再問，OK，咁個次序就會錯噶啦。OK，好，第二題，東南亞的森林裏住着一種眼鏡猴，呢度咧我哋見到啦，主角係介紹呢一班嘅眼鏡猴啦，係咪？咁跟住代詞，他們啊嘛，他們有大大的眼睛，咁啊形容緊佢哋嘅外貌啦。好，同眼睛有關嘅邊一句？A，在黑暗之中也能夠發現獵物，咁呢個咪講緊佢嘅眼睛嘅作用咯，有黑都可以睇到啲嘢啊嘛。好，此外即係除此之外。這雙眼睛還能幫助眼鏡猴準確地判斷距離。咁點解要判斷距離呢？哦，因為咧要佢哋咧幫助佢哋由樹枝之間去跳躍，靈活咁跳躍去捕食一啲嘅昆蟲啊。即係嗰個眼睛如果幫唔到佢判斷距離，哎呀，遇唔到位喎，跳嘅時候，哦，喺個樹嗰個樹枝嗰個位置唔夠位喎，跌咗落樹下。OK，跌斷咗隻腳，冚穿咗個頭咁樣噶啦，得唔得？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哦，先有佢嗰個眼睛幫助佢判斷距離，然之後幫助佢哋做咩啊？在樹枝之間跳躍咯，搞清楚個前因後果。OK，OK，下面嗰個改寫句子部分，咁我哋望下先，先找不同後改寫，改寫句會多咗怪不得，那麼好。OK。咁然之後後面嗰度啦，原來他經常溫習課本呢，同埋感嘆號。嗱，後面嗰度有個句號啊，你唔好理佢，佢打多咗落去。OK，所以有啲同學仔做嘅時候，咦，都好奇怪，點解無啦啦會多咗個句號咧？咁樣記得唔好寫落去啊，嗰個好明顯係打多咗。好，除咗呢啲加多咗落去嘅字詞之外，咁佢仲做咗一個動作嘅係乜嘢啊？調位啊嘛，係嘛？咦，明明溫習課本係放喺前半句喎，咁而家去咗後半句嘅，因為佢呢度有調個位嚟，有調個位嚟。OK，咁我哋就會知道啦。啊，提醒翻自己下面嗰句都係要點啊？都係要調轉噶嘛，係咪？好啦，咁我哋先寫翻低先啦。哦，一開頭嘅時候要寫翻低，怪不得跟翻佢上面嗰個改寫要求先。好，小美啊，咁上面題目係小明啦，咁我哋照抄翻小明落去。小明朱明豪的琴技進步好很多，我哋仲要唔要啊？唔要，唔要，因為點解要變做乜嘢啊？那麼啊嘛，咁啊，楞埋個多字就會變成那麼多，逗號啦。好，後半句嘅前面加翻原來他，咁但係今次嘅他字用唔用女仔他？唔用，因為小明係男仔嚟嘅，用翻男仔他。OK，每天認真練習，
好，最後尾收尾，唔好忘記咗原來仲有個呢同埋感嘆號喺度，得唔得？你一漏呢個咧，哎呀死啦，成題3分冇晒噶啦，得唔得？OK，一定要對清楚佢個改寫要求啦，先至去做啊吓。其實就唔難嘅，咁真係考大家細唔細心嘅啫。好。慨嘆同埋挽救，挽救意思咧，即係講緊去挽留對方啊，即係嗰個事情喺變得更加差之前，然之後你做啲措施啊，做啲事情啊，令到佢唔好變差變壞，得唔得？慨嘆嘅意思咧，即係解感嘆咁解啦，吓，好感慨，好感嘆咁解。OK，咁所以呢兩個咧，6年班嘅小朋友其實應該都會識嘅。OK，好，小明啦。和小智兩個好朋友嚟嘅，原本是好朋友，但因小事啦而令而爭吵，至不可挽救關係。即係兩個本身好 friend 嘅，少少嘢，OK，嗌交嗌到咧唔能夠挽救關係嘅地步，咁咪真令人慨嘆咯。唉，兩個原本好 friend 嘅，點知少少嘢嘅嗌交嗌到啊個關係已經去到不可挽救嘅地步啦，咁啊令人慨嘆。OK，咁最後居水馬龍咧，咁呢個好簡單啦。你嚟緊就係新年啦，新年有啲咩地方會居水馬龍啊？年宵市場係啦，OK，新年的時候，年宵市場外啦，居水馬龍，許多人啦，都爭相上逛巴士。咁我哋開山號啦，有趣少少啦，行大運啊，搭車過嚟啊，行路過嚟啊，揸車過嚟啊，超級多人。OK，咁點解啊？因為我哋新年有個傳統習俗，要行年宵市場，目的係啲咩？有個好有吉祥寓意嘅講法，就係行大運啊嘛，係嘛？OK，即係你行完個年宵市場，跟住咧，你一年就會好運啦。OK。好，OK，咁啊，關於咧呢個 C32嘅功課講解咧，我哋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又係啦，好似之前咁樣，後面嘅支持學習嘅部分咧，希望同學仔睇清楚個詞語解釋咧，先至去做翻個配對，同埋後面嘅嗰個填充。OK，咁啊，完成好功課嘅改正嘅部分咧，咁記得啦，上堂嘅時候就俾我去檢查一次，睇下你個筆記啦，有冇去寫好啦咁樣。OK，好，咁啊冇問題嘅話，今日嗰個功課講解就去到呢一度啦。